做得到赦免，做歌得到洗清，这款人真有福气。上主无看伊的罪，个心无诡诈的人，这款的人真有福气。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这时，请大家起立来互相请安。主上帝流大款烈，你创造天地甲万民。主上帝流大款烈，你予市民看见摆脚袂惊路。你无这的事，你无这的事，哦，全能的上帝，你无这的事。你无，你绝对无，你无这的事。主上帝，主上帝流大款烈，你所创造地甲万民。主上帝流大款烈，你予市民看见摆脚袂惊路。你无这的事，你无这的事。哦，全能的上帝，你无这的事，你无，你绝对无，你无这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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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全能的上帝，你无这的事。你无，你绝对无，你无这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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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全能的上帝，你无这的事，你无，你绝对无，你无这的事。请坐，因为伫圣经内面的记载也讲，耶稣讲：我若无，你若无出声来学老主，连石头嘛要起来学甲学老。因为咱伫遮学习敬拜，将来咱咧天顶，咱嘛是咧过敬拜的生活。这时，咱更较吟诗来欢喜学老咱的上帝。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吟诗，感谢上主之大仁义，你名是阿罗，你名是我感谢，阿尼何塞亚无高雅。我心所幸无大仁爱，主耶稣，是你甲我替我开路，是你甲我命，只有你为受事，我欢喜感谢你姑姑第一站。
我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吟诗，感谢上主这大恩年，伫你是我乐，伫你是我感谢。你好塞呀，无高呀，我心所幸无大恩爱主耶稣，是你叫我替我开路，真理教我命。只有你为救赎，我欢喜感谢你姑姑。心内颂享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伊的；心内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受安慰。这时，咱来吟这首诗歌。心内颂享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伊的。心内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受安慰。温柔谦卑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先加土地，要去打幸无义理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得到第一站。心内颂享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伊的。心内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受安慰。温柔谦卑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先加土地，要吹打幸无义理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得着第一站。心内颂享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伊的。心内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受安慰。温柔谦卑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先加土地，吹到大幸无义理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得着吧。好人好平的人有福气，伊要亲做上帝行。明明白人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伫里面。情义心大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看见上帝。为了你我受困着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伊的。心内颂享的人有福气，
圣诗128首，主耶稣，我的主。主耶稣，我的主，因有对视过我大这对的主，万人着拜拜，万民着宣告，伊都是我的主。主耶稣，我君王，伊要主治万邦和最大的王。日地来临，世界要淹没，基督是咱的王。主耶稣，伊是听，伊一生所行表明伊是听，像伊正行义，做啥行义就，基督是咱是听。主耶稣，我名主，用心讨咱主，有我名主。伊的五条人，甲伊的愿望，伊都是名的主。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爸，掌管万米活命的主上帝，愿照着你的吩咐，伫圣的主日，愿用感谢的心进入你的殿院，虔诚学乐敬拜你。愿用心灵甲诚实，要来领受你对天理饼落的恩典甲祝福。同时，阮也用谦卑顺服的心，领受你通过你的奴仆所透放的信息，以及圣经的道理，要成做阮的帮赞甲依靠。主啊，阮何等的福气，通成做你所拣选的囝儿。当阮悲伤失意的时阵，当阮软弱病痛的时阵，当阮受魔鬼迷惑陷入困境的时阵，阮求叫你，你就为阮拍开心门，互阮得到医治，得到安慰。好亲像早时你伫沙漠开江河，伫旷野开道路迄一般，你超切阮歪错的脚步，无互阮搁行入死荫的山谷。你搁较为着阮备办极阳光的所在，伫日后要甲主你欢喜见面伫天庭，享受永远的福乐。总是主啊，当阮领受遮尔大的恩典甲疼痛以后，却忽略了主你对阮的呼召甲回应。主你爱阮做你的学生，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主啊，阮真见笑，袂通照着你的吩咐，广阔你的国度，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你，同得福音的好处。爸上帝，你纪念阮是土粉，求你赏赐阮有够业的气力、智慧甲勇气，做失丧的灵魂，传讲主你伫十字架顶救赎的功劳，互徛起伫即块土地的每一个百姓，拢通成做福音的出口。主啊，阮搁一摆献上感谢。这是阮要为着教会阿扫牧区的同工退休会，以及克米特奇妙的宣教旅行来祈祷，求主你帮赞第一伫咧教会儿童教育以及宣教的同工，伫因的服侍的过程中，拢有主你的陪伴甲引带，哪服侍哪甘甜。这个礼拜，阮也有4名教育的备考，以及志工的基础的训练，求主你亲自掌管，互每一个受教育的青少年4名拢得到造就甲祝福。这几天天气非常的寒冷，愿恳求主你保守阮的心灵的勇壮，
帮助阮刷走面头前的窒碍，无互魔鬼有机会进入阮的内心。特别，我要为着最近丧失亲人的家属来祈祷，求主你安慰的灵，甲因同在。伫基督的内面，阮要用喜乐来代替忧伤，因为阮知也确信，因是到伫天父为因备办水的花园。父上帝，阮感谢你，只是求你安静阮的心，放下所有的重担，独到仰望主你伫十字架顶荣耀的冕旒，互圣神自由运行伫这个中间。感纳阮基督徒的身份，也感纳阮诚心敬拜，甲卑微服侍。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免。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这是咱做来启应，启应文54篇，也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来。启应文第54篇，心灵善切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要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来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是，咱们请圣歌队来献诗。所要献的诗歌是一首欢喜快乐的歌。
这是咱要来共读圣经的话语。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到12节。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到12节。好啊，本的圣经伫第5页。其他的版本，请咱看银幕。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耶稣看见遐个规阵的人，就爬上山，已经坐，伊的学生就近伊，伊开喙教训因讲：心内丧向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承接土地；枵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怜悯；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看见上帝；予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称作上帝的囝；为着义捌受困毒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为着我人接落骂恁、困毒恁、诽谤恁万项的歹。恁就有福气，着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年的报赏是大，因为恁以前的先知人也安尼困着因。以上就是请本堂由牧师来讲道。今日所要讲的题目是天国的蓝图，天国的蓝图。
个会通遮风遮雨所在。有人讲，我着暗时若困会去，我着做幸福。有人讲，我会通食一顿饱，是讲我会通虽然菜脯讲家咸，总是嘛会通安怎安尼过日子。所以无上歹的人，伊感觉讲有即个幸福是伊所感受的无共款因为咱透过主题讲呼召学生，呼召门徒，耶稣来招这学生跟对伊，然后要互因得着人亲像得着伊相款。了后，因会通烧招来亲近耶稣，总是嘛有拄着不如意，无亲像所想象的遐尔理想，所以就爱我靠主，互咱会通伫困难中间来面对咱生活有做这个顺境，也是逆境。再来，咱了解讲天国有啥物款的使命，咱会通伫遮来发挥。二位牧师用传讲福音，耶稣来的呼召门徒，就是要帮咱承接传讲福音的使命。总是大生咱爱得着咱爱感受着恁若有感受着即个福气，你毋通会甲人相甲分享。无你来信耶稣，你拢无感受着啥物，你要安怎甲人讲耶稣的好？即个福音的宝贵。伫耶稣所讲的即个有福气，伫希腊文，伊用即个 Makarios 来咱读一遍来 Makarios。无至少你嘛人讲我有学一字，即个 Makarios 叫做幸福啦即个幸福就是拄有咱所读的有福拢是伫希腊文内底，伊原文内底在讲幸福。耶稣用无共款的即个字眼，伫遮要提醒咱，我互恁一个蓝图，互恁一个管道，恁免安怎伫遮来得着幸福。幸福离咱无遥远，幸福可能伫咱的心内。对古早到现在，侪人拢咧追求属于家己的幸福。神学家奥古斯丁，也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因拢讲一句话，就是所有的人拢真毋茫家己会通幸福。其实即句话会引用即个柏拉图，就是这真有名的哲学
即你听了，你爱去学，你爱去用，你爱运用出来。伫小组的聚会内底，常常会透过引导题，就是讲引带人来看这个圣经，启发、引导、应用，就是启发你，然后引带你来分享，最后你就爱应用伫你的生活。若无即个道理是死的。所以圣经甲咱讲，毋通干那听道理，就爱安怎行道理。听有听，无去行，好像即个信仰是死的。所以咱透过即段圣经，要提醒咱要安
遮咧讲的意思就是讲，天国是上帝掌权的所在。啥物人的心开放，互上帝伫个内面来掌权。好赞的牧师咧，甲咱三甲分享耶稣主权的祈祷。过去可能有做遮个事、遮个物件来影响咱的心。所以当你透过耶稣主权的祈祷，讲主啊，主耶稣啊，我邀请你做我啥？灵的主，做我啥？思想、感情、意志、甲身体的主。那安尼，你就互耶稣的权灵充满伫你的内面，天国就是你的，你就是天国的主人，因为你会通脱离伫遮个外在、遮个物件、遮个物质，这伫遮影响，互上帝伫咱的心内真正互咱的心得到自由。所以耶稣帮助咱要得到福气，先对心伫遮来开始。有一个德国的童话故事，幸福的汉斯，汉斯伊真快乐，因为伊对伊的师傅得到一块金仔，金仔角，哇！当时伊也会感觉金仔角足大，伊就甲人换一只臃肿、走了真紧的马仔，哇！伊换了就甲骑起来，就开始开始安尼，毋是飙车，是飙马结果安尼骑到半摔落马骹，滑落马骹，伊讲哎呀，安尼毋好，即只马啊无，所以就牵即只马，搁甲人换即只牛，牛走了，牛搁上班，即只牛搁甲人换一只猪，猪了搁甲人换一只鹅，安尼换几遍了后，伊看到即个师傅哇，伊的磨刀手不知厉害，将迄钝的刀仔拢会当磨甲足力，所以伊搁用一只鹅甲师傅即只磨刀的师傅伫遐换即个磨刀手伊感觉足幸福，但是呢，无张伫伊将迄块磨手甲落落伫即个水内，哇，烂拢无去，一无所有。但是即个时阵，伊开始安尼唱歌跳舞起来啦，精神毋知有啥物款的问题啊无不过伊伫遮感觉讲，伊即马是足幸福的。伊袂因为迄块金仔，袂因为迄只马仔，袂因为迄只牛，袂因为迄只猪，袂因为迄只鹅，也是迄块磨刀手，会失落来影响伊的心情啊。伊通开始伫遮来感觉，袂阁互遮个外在遮个物件伫遮来影响我的内心这就是耶稣伫遮所讲的心灵善良，就是真单纯的存在，袂想要为着一个得到有遮任何的目的。伊即个时阵就是抱着感恩的心，这就是真正的幸福。第二，咱来看讲，悲伤的人是幸福的。有翻译本无共款，是讲忧郁的人。伫遮咧讲就是讲，悲伤的人，可能伊面对伊家己的痛苦，真侪人伊无愿意面对伊细汉时开始伫人生的过程中间所拄着的遮个艰苦，点在对细汉就拄着遮个悲伤的事、伤害的事，也是亲像我看昨仔新闻，咱知影讲伫美国伫外国有一个体操的医生，对无？伊性侵有头150外个犯昨有一个老爸，伊的3个查某囝拢去互伊侮辱去，所以伫迄个新闻中间，咱看讲伊真气愤，就要去甲拍即个医生。其实人对细汉到大汉，可能有受着侪的遮个伤害，遮个欠缺，也是遮个无好的经验过。
年轻人过身，伊无法度去接受，所以长期伫迄个哀伤的内底，无法度行出来。所以伫遮咱看讲，透过这会当去面对家己的悲伤。好像就最近，咱有做遮的家庭，咱面对老母、老爸，咱的亲人会过身，袂知有迄款的忧伤。所以面对遮的兄弟姊妹时，牧师帮助伊、安慰伊，伊咧分享伊袂知，感觉因为亲人的失去，迄个孤单、迄个无伴、迄个悲伤。有的人可能是因为一段恋情的结束，有的人可能是因为一份事业的失败，有的人是因为一段婚姻的失败一个伤害，也是犯过错。面对做遮的悲伤，面对做遮的告别的人，要安怎伫遮来行出来？耶稣描写讲，会通去面对的人，这是有福气。为虾米？因为你会通去面对遮个悲伤，就有带来改变的一个机会。如果你若拢无愿意去面对的时阵，永远来屈伫你的心内，无法度伫遐来消耗。所以透过悲伤，透过夜谈也好，透过祈祷，会当互咱的心开始甲上帝伫遐来接触。所以对信仰的辅导的内底，咱毋是干若用外在即个心理学家的方法，较要紧是要安怎帮助，互遮个内心有受到遮伤害人，因会通家己去面对，然后将遮个忧伤，将遮个过去无好的经验伫遐带出来，然后帮助伊去面对。好亲像大卫伊家己犯罪了后，伊家己伫迄个诗篇51篇的第70讲，上帝啊，忧伤痛悔心安怎？你无要看见？伊开始伫迄个认错的过程中间，面对伊家己的失错，伊开始甲上帝伫遐对话，悔改，建立迄个关系。咱面对家己迄个人生的悲惨过程，如果你若一直藏伫心内，就会影响着你的人格，影响着你的价值观，影响着你的内在。耶稣伫遮要帮助咱，当咱愿意去面对，好像个牧师，我甲安慰迄个姊妹，讲牧师嘛捌失去我的老母，吼，嘛是上款是家庭性来过身。我陪伴伊的即段日子搁较长，10多年，面对两个感情。总是我看见伊伫迄个中间
小妹，伊的遮孙仔拢在平地啦。也透过教会协助会当帮助你。拜二虽然还搁伫寒冷的天气，兄姊妹，你若是有时间，你会通做伙参与伫迄个所在来祝福、安慰遮个失丧亲人的遮个家属，因为安尼因要得到安慰。耶稣就是亲自安慰因的人。另外也透过你我，会当互因伫哀伤的过程中间来得到安慰。第三，温柔的人，也是讲温和的人是有幸福的。咱知影面对即款的世代，你袂使乌白甲人看，赛车的时阵袂使乌白甲人拍。咱有迄个经验，你若共拍者吼，若拄着迄吼较歹，经过你边仔佫甲你吵。有当时啊，无张无弛，咱嘛会拄着遮个受暴力，也是遮个强害。所以即个世代充满侪遮个无友善。所以咱拢期待面对遮个充满攻击性的，无论是对经济面，也是对人人生的即个攻击，咱拢真毋茫有一个友善的环境，校园的霸凌。咱知影吼，我产业公司较大，伊恶意要伫遐来并吞另外遮个公司，等等遮个。伫政治科嘛是共款，伫即个攻击性甲竞争的世代中间，咱看见人甲人彼此伫遮个对立。伫耶稣所面对即个罗马时代、罗马政权的日子，耶稣对咱讲。勇敢咧讲，你会通用温柔、谦卑，会通伫遮来改变即个社会的即个气氛。所以第二个就是讲，接受咱原本原来即个模样。温和的人就是咧讲，我有够遐的勇气去面对我家己内在的一切，我甚至有勇气去面对、去接受甲和好。因要伫遐来承接上帝所应允的产业，就好亲像上帝应允后壁来讲，我要赏赐互你有遮个地来做业。耶稣嘛甲咱讲，咱会通承受对天来遮个所有一切福气，亲像彼得前书第1章，也是以弗所的第1章，天顶逐样属灵的福气，拢要赏赐互咱。这是温柔谦卑的人伊要承接的一个福气。第四是讲，你毋茫实行上帝旨意的人。这伫另外的翻译，伫遮咧讲，咬喙焦、心无义的人。你真毋茫对上帝遐来得到迄个义。啥物是义？就是要安怎满足上帝的公义。是上帝咱生活中间遮个不公不义的社会中间，耶稣真毋茫咱会通伫遮来较无上帝的义。即个义就是上帝的拯救，义的要摆脱不义，因为伊担当咱的罪。伊彼得前书的3章18节，伊愿意万人
帮助伊伫迄个过程中间，而且教会嘛因为看见遮有需要的，互因伫因的经济救急不救穷，就是急难的救助内底，伫遮来帮助伊。所以第五个祝福内底，就是要安怎帮助，互人会当伫遮有真主的心，因为咱的上帝先用即个温足来对待咱，所以伊嘛要求咱去做有人主，也是讲温足的遮个行动。所以当咱安尼做的时阵，其实就是咧累积咱好长久伫迄个迄个温足的户口簿仔相款吼，你咧累积啊，好像是你咧做志工，你有一个志工手册对无？有志工的时数，会通伫遐来累积。有一天检查你有需要用到的时阵，啥物人会通帮助你？检查是过去你帮助过人，也是其他人也会通用温足的行动，伫遮来帮助你。所以，兄弟姊妹，耶稣帮助咱，会当互咱通往幸福的一条路。其中一个就是你会通怜悯人，会通有温足的心伫你的内底。第六，咱来看讲内心清气，也是讲清气心肝的人是有福气的，就是有一粒单纯的心，咱的言行举止，咱拢出自迄款的单纯。咱真毋茫伫徛伫一个单纯的环境，总是即个世界、即个社会愈来愈无单纯。你讲的一句话，检菜的人还是后袂想，你讲的这是啥物意思啊？所以咱已经渐渐失去迄个单纯的心，所以咱愈来离开上帝愈远。所以耶稣就甲咱讲吼，我实在甲恁讲，恁若无活倒转亲像啥物款式啊？囡仔的款式吼，就袂通是伫天国。为啥物要用囡仔来做例咧？为啥物啊？囡仔真单纯，即个囡仔袂去捡，即马不理你了，连伊个算做伙，对不对？所以真单纯哦，人的心愈来愈复杂。所以耶稣来帮助咱，看去咱生命的中间需要上帝。所以这个祝福就是因咧看见上帝，你单纯的心，上帝在你的心内。对你粒人来讲，上大的幸福就是家己伫伊的内心来看见上帝。过来促进和平的人，也是讲互咱和平的人有福气。你知影嘛？咱的社会世界愈来愈无和平，对无？种族的对立，政党的对立，国家甲国家的对立。前无偌久，咱知影真正的，对无？伊甲遮个美国甲其他的国家呛声讲啥？伫我的岛仔顶有啥？你拢无看新闻？我有核弹啦我若一记，我恁就爱受灾的我这川普听袂落，搁甲呛倒一个讲我岛仔顶的比你较济比你较大粒所以人当时会用即款的我来比拳头骨的，我比我啥物人较有气力，比啥物人较有关系，总是这拢无法度互人得到幸福。耶稣甲咱讲，互人和睦和平的人是有福气的，除非咱先家己伫内心先甲家己和好，甲上帝和好，然后才会通甲人彼此伫遮来和好。所以大先伫内心，你爱家己和好。有当时咱对家己无好呢，咱家己有内心会开起来。
迄个互咱有迄个气力，会通亲近上帝。你拄着遮个困窘，拄着遮个压迫，检采是伫你的职场，检采是伫你的婚姻，伫你的生涯的过程中间有失败，总是你若有即个信仰，无法度拍败你。约瑟，咱知影约瑟，伊互啥物人出卖？伊互伊兄佫出卖即个讨厌，即个方式，爱等伊老爸买偌济啥互伊。所以伫兄哥的眼中来看，即个足讨厌，甲爸卖掉，为人讲迄个台，兄佫讲莫，甲爸卖掉就好。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阮约瑟互伊兄弟陷害，卖到伫埃及去做奴才，总是因为面对着即个可能陷害、压迫，互伊搁较伫迄个困境中间来亲近上帝。所以上帝透过上帝互伊的智慧，伊来帮助互法老王的遮个管啉酒的、甲食物的、酒政，甲遐个管食色的，解梦，最后有机会为着法老王来解梦，互伊法老王发现，即个哪会遐尔有智慧，然后成做埃及的宰相。伫即个过程，你有看到啥？检采遮个压迫、遮个危机，是互咱搁较有气力去亲近上帝。兄弟姊妹，我常常咧提醒咱，咱啥物时阵祈祷的次数会愈来愈侪？啥物时阵的祈祷是足侪？就是你拄着困难的时阵，对毋对？你若足顺遂的时阵你有足侪祈祷啊无？袂记啊。但是咱有法度无？你若拄着困难的时阵，拄着病痛的时阵，你的祈祷是毋是比平常时搁较勤，搁较侪？就是安尼。所以伊原来意思就是讲为着即个福音的缘故，总是引申到伫咱伫面对着检采，为着公平正义，为着福音，特别为着福音来受困扰。上帝开咱会甲你相甲同在，所以互你会通愈亲近上帝，愈活过上帝。即个英文就是要互你诚做天国的主人，意思就是讲上帝伫咱的心内要来掌管，无有啥物款的权利、气力、言语会通影响上帝伫咱的心中的掌管伊的地位。上帝伫咱的内心，所以对内心开始，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内心来发出。所以耶稣真要紧咧提醒咱，头一个祝福就是对内心开始。你较无，你感觉无够野，你会通找着，所以帮助咱承认家己心内真正无够野。今仔日咱来对上帝的话，望会通得到帮助，帮助咱，互上帝的话，因为透过安尼分享解说，然后互我的内心开始有迄款的觉悟，互我的态度，互我
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记。